我想你誠實咁樣諗翻起上一次你同嗰一班所謂嘅兄弟啊、朋友啊食飯聚會嘅情景，你哋傾緊嘅係啲乜嘢呢？係咪又喺度呻你個老細有幾咁撲街啊？公司有幾咁唔公平啊？係咪又喺度比較緊邊個買咗新車，邊個去咗邊度旅行打卡呢？係咪當你鼓起勇氣講出你想創業、想學新嘢、想改變人生嘅時候，佢哋嘅反應係點樣呢？係咪搞咁多嘢啦？你安安分分打份工好過啦。你得唔得㗎？唔好蝕晒啲錢喎，或者學埋啲咁嘅嘢有咩用喎？揾到食咩？然後成餐飯就係充滿住呢啲負能量嘅抱怨，冇營養嘅吹水，同埋對你夢想冷嘲熱諷之中咁樣結束。你返到屋企，你覺得好攰，唔係身體上面嘅攰，而係一種靈魂被挖乾挖空嘅感覺。如果你對呢個畫面有任何一絲嘅共鳴嘅話，咁我今日就會同你講一個你可能唔想聽，但係你必須要聽嘅殘酷真相，就係你身邊嗰一班所謂嘅朋友，可能就係你人生無法突破嘅最大原因，因為佢哋正在慢慢咁樣殺死你。